來看在高雄的永安一帶養殖場進前呢，有一尾這石斑翹起，養殖場為着要了解伊的死因，所以來解剖這個魚仔。不過所發現這魚仔腹肚內底呢，竟然有一支手機仔，原來就是去年有人佇個這養殖場咧翕相的時，這手機仔煞落落，互一隻這石斑甲扯去。今嘛經過8個月的時間，手機仔是找倒轉來啊。到底這手機仔敢閣會當使用咧？今嘛雙方呢嘛閣相約，講拜五要來舉辦這拍開手機仔的儀式。養殖場內底一個查甫人徛佇窟仔邊，摕手機仔要翕內底龍膽石斑，煞熊熊一尾150公分長的魚仔跳起來，還驚一個趕緊退後。不知個手機仔已經互魚仔食落腹肚底。這是去年9月份發生佇高雄永安一大養殖場的代誌。查甫人是來要採訪的記者，因為窟仔底攏總有7尾龍膽石斑，原底伊已經放棄找手機仔，想要到月初養殖場佇咧解剖化驗一尾翹起的石斑，就這樣拄好找到消失8個月手機仔。那個可能腸道阻塞。造成它的進食可能比較少，然後免疫力下降，造成弧菌感染。所以嘛，才有可能講是這個手機仔去影響到伊的消化系統。但是那個龍膽石斑就是很貪吃的魚，對，所以說這個也很難講。有人嘛捌摕細型攝影機要翕水底魚的狀況，所以石斑魚一喙吞落去，雖無畫面變烏，也是溜溜啊看得出來是佇咧魚仔喙內底，加在落尾有配出來。養殖場講，龍膽石斑貪食，看到有物件佇水面海來海去，會當作臘物去笏來食。這尾食手機仔的石斑魚已經23個月，是因的種魚。手機仔主人真煩惱，是毋是手機仔甲害死的？啊，那高雄科技大學教授認為，原因真好講。魚攝食到這些異物哦，基本只要這些異物沒有尖銳物，短期都不會造成它的危害。那另外我們看的是這隻手機的對於這個高強酸的一個環境以及高鹽度的環境，還可以在8個月這麼完好如初。養殖場初步先甲找回來手機仔做勘索的處理，也甲當事人約一禮拜5要見面，雙方到時要做回來見證，看賣這個佇魚肚內底8個月手機仔是毋是有法度重新開機正常運作。記者郭家做顧朝陽高雄場報道。